呢個粉嶺站 C1出口，C 出口。啲序言差唔多起完喎。我唔得閒啊，我話沈開文。拍緊棚網嘅序言，行過去望啊！頭先啱啱去完鳳凰嶺村，搭咗507小巴喺呢度落，粉嶺站落。507小巴4蚊，都唔使5分鐘，好近嘅原來。呢個一直行過已經係鳳凰嶺村。派咗屋啊！嗰邊鳳凰嶺村派咗屋啊！今年第3個入伙。啱啱撞到位先生過嚟睇環境，佢話派咗鎖匙。新界東文化中心呢度起咗1樓、2樓、3樓，起到3樓。東文化中心起到3樓，條天橋仲未通啊！落翻去。粉嶺站 C 出口。遲啲起咗條天橋，駁個序言就好快啊！東文化中心喺度第3層，行得好遠喎，過馬路冇得過。一日長華村嗰邊過，呢個邊路近啲啦，我行喺呢邊。起好天橋，起好條天橋，我諗都係5分鐘內已經去到啦。序言東文化中心，好規模，好似好大喎。過去望下先。呢個粉嶺遊樂場，呢都幾多人喎。幾好環境喎，呢個遊樂場，好乾淨。東九龍文化中同埋新界東文化中心地盤。估唔到嘢落唔出喎，嘔咗咁耐。頭先打咗一陣雨。打咗一陣雨，跟住冇航拍。
下次再行翻埋鳳凰嶺村另外嗰邊，另外一邊未拍呢條新運路。前面消防局，消防局呢過馬路，呢邊就會粉嶺站近啲，呢邊。跟住咩？佢有粉嶺救護站，好多木棉花嗰啲花絮飛到成邊都係，啲棉花飛到成邊都係。好。一東文化，哇！真係好大喎呢邊。東文化中心。哇！真係好大喎，東文化中心。即係接駁粉嶺嗰條天橋通咗，真係行過嚟最遠，我諗真係3分鐘到，最遠。哇！幾靚喎嗰個外形，粉紅色嘅外牆，啲瓷磚粉紅色嘅，幾靚喎。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，呢個直去就係鳳凰嶺村啦，龍躍頭村。行過大約都係4個字到，行過都唔遠，唔係好遠咋，行過4個字到咋，直行。粉嶺地方法院，呢度已經係粉嶺地方法院。呢條馬會道，非遺手作市集啊，5月2號至到3號，晏晝12點至到6點，手作攤位、體驗工作坊、歷史建築導賞。即係咪入邊搞咧？法院唔會理由個法院嚟做，冇理由喺法院搞嘅。幾靚個外形，粉紅色加灰色，個商場唔知入得去未？工友收工。嗰度好似自己行。收工啊！啲工友，好靚啊！外形好靚，粉紅色。我唔記得攞遮啲。連商場。商店服務大樓，
深啡、淺啡、粉紅色，粉嶺裁判線變電站。兜個圈望下先。應該好快搞掂。呢對面粉嶺健康中心，呢條就碧峰路。啊，幾好啊！房協啲樓係靚啲，真係幾好，私人樓個 feel。呢間小學嚟喎，呢上面係咪露台嚟咯？係個露台嚟喎，都幾大個露台。個露台真係喎幾大下喎。呢個係粉嶺法院大樓，頭先隔離嗰個就裁判處，呢度法院。根本上就貼住法院，貼到實啦。一棚架都拆緊啦，整埋個外牆應該搞掂啦，好快收樓啊！睇佢應該好快收樓。真係唔錯，幾靚啊！呢間小學。粉嶺法院大樓。